今日選讀嘅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9章23節、57節同埋60至到62節。路加福音9章23節，請聽上主嘅話。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57節。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有一個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哪裏去，我都要跟從你。耶穌對他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他又對另一個人說：來跟從我。那人說：主啊，容許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對他說：讓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講神的國。又有一人說：主啊，我要跟從你，但容許我先辭別我家裏的人。耶穌對他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人，不配進神的國。這是上主嘅話。3個禮拜前呢，即係小弟喺當中，唔知你仲記唔記得講過邊度？講餵飽5000人之後，記得啊？餵飽趕住走，今日唔好趕住走，好長啊！今日邊度啊？餵飽5000人之後呢，我就話馬太福音嘅時間佢記載，我哋上次睇啊，第14章記載乜嘢啊？記載咩啊？記載叫嗰班門徒漏夜過海，然後耶穌喺水上邊行。我就話馬太有記載，馬可有記載，有趣，連約翰福音都有記載。約翰福音仲要補充咗一句，如果你仲記得嘅時間，佢話耶穌點解要趕嗰班門徒走，而佢自己獨自上山去禱告？因為嗰班人係催逼耶穌作王啊嘛。嗱，仲記得嚇？我就話唯獨是路加係沒有記載，好有趣喎。點解會咁樣呢？今日就揭開呢個謎底啦。路加點解冇記載？因為路加去到講完5000個人嘅神蹟之後，接住落嚟佢就講頭先呢 Eddie 突然帶我哋讀嗰段經文。嗱，咁當然嗰段經文呢係好長嘅，咁但係今日時間嘅關係咁咧就冇辦法將第一節去交代，即係第一段嘅經文去交代。咁我交代少少。第一段嘅經文就係餵飽5000人嘅時間，耶穌都係去禱告。禱告嘅時間有啲門徒跟住佢，嘅時間呢，佢問咗2個關於誰who 問誰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嘅時間，佢問嗰班門徒：喂，你喺出邊收風，聽咗好多人講我，佢哋點樣講我？佢話呢，有啲人就話你係死咗嘅施洗約翰復活，有啲人呢就話你係以利亞。以利亞再翻嚟，唔係復活。以利亞冇死嘅，以利亞坐火車走嘅，唔係坐嗰個仙道嗰個火車火嘅馬車坐火車走嘅。有啲人話你咧係嗰啲先知又係以前咁樣再翻嚟咁耶穌問咗另一個 who 嘅問題：你哋點睇我啊？然後咧，彼得就代表12門徒去回答，佢話你就係上帝所膏立嘅基督啊！答得準唔準確啊？準確100分係嘛？接住咧，耶穌就講下低嗰段經文，冇錯，佢答得準確，但係佢所理解嘅基督同耶穌所理解嘅基督係不一樣噶。上次我哋咪講咗啦，係嘛？嗰啲群眾係要求耶穌去作王，然後嗰班門徒上耶路撒冷嘅時間點爭論誰為大，甚至有人走去耶穌嘅面前，佢話：喂，你上去作王嘅時候，我一個喺你左邊，一個喺你右邊，你仲記得係嘛？呢段經文，所以呢班門徒理解係啊，佢冇答錯，表面上佢係攞100分，你就係基督，但係耶穌話你理解嘅基督與我理解嘅基督係不一樣嘅。所以就嚟到呢段經文嘅時間，耶穌咧就同嗰班門徒去講講乜嘢？講我開機先要講乜嘢？耶穌就對嗰班人講，係12門徒嚟啊！佢話你要跟從我嘅時間，
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呢度有兩個嘅跟從，咁好有趣啊！若有人要跟從我，你就跟從我啦，咁樣係嘛？即係刪咗上面嗰度嘅時候，咁好有趣喎。點解又跟從，又後邊又你嚟要跟從我嘅時間，你就嚟跟從我啦？唔知講乜？第一個嘅跟從咧，同第二個嘅跟從咧係不一樣嘅。第一個嘅跟從會講咧，佢話你真係要嚟跟從我，你要做兩樣嘅嘢啊。第一樣嘅嘢就係捨己。佢話係乜嘢捨己啊？攞把刀鋸咗自己啊？咁樣唔係捨己，佢後邊就解釋啦。你就係天天背起，唔係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係你自己嘅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咩意思？我哋都知道，耶穌上耶路撒冷嘅時間，哇！佢上到去嘅時間，所以呢段經文咧後邊仲有兩句嘅，但係頭先冇讀。佢話我上去嘅時間，我話受好多嘅人嘅 bully 啊，吐口水、鞭打我。戴嗰個荊棘冠冕喺我頭上邊，然後上十字架係死啊！佢話捨己就係咁啊！佢話你成為基督徒，你要跟隨我嘛？好嘅，你要做兩樣嘢。第一樣嘢嘅時間，你就背起你嘅十字架，日日俾人 bully， 俾人吐口水，打你左邊面嘅時間，打埋右邊啦。攞你件外衣嘅時候，裏邊嗰件俾埋你啊！雖然殘殘地係利膏紋，攞埋走啦咁樣，係嘛？然後背起十字架，到最後係要死啊！呢個就係捨己，做第一樣嘢。然後第二樣嘢，仲有你嚟跟從我啦嚇，又係跟從。咁頭先咪講咗啦，跟從你要死嘛，又嚟跟從，唔係啊。第二個層次嘅跟從係你先要捨己，你先至係跟從我啊。所以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嗰班門徒理解基督嘅時間係。第一個視野去理解基督，好正啊，係嘛？呢基督就係作王噶嘛，嗰成功神學啊，基督啊，所以作王嘅時間，我喺你左邊，喺你右邊啊嘛，係嘛？買樓嘅時間唔會漏水嘛，揸車嘅時間唔會爆胎啊嘛，係嘛？呢個就係基督啊，係佢哋理解基督，但係耶穌話唔係。真正嘅基督你要理解嘅時間，你要捨己，捨己就係天天背起十字架，俾人 bully， 俾人唾罵，俾人鞭打，上十字架係要死嘅。你諗清楚，然後先至填上第二個跟從嗰個字，好 heavy 啊！我哋試下個祈禱。仲有今日嘅信息好 heavy， 我知道，但係好大嘅責備背後係主你自己嘅愛。好重嘅說話背後係你我哋生命係有成長。我哋盼望我哋每一個聽到主你自己信息嘅時間，生命係改變過嚟，因為你係我哋嘅主，你係我哋嘅神。你話我哋喺你裏邊嘅時間係會有豐盛嘅生命，我哋多謝你，祈禱感恩，奉主耶穌名字祈求 Amen。 好，開始進入。佢話你要捨己，捨己係咩意思啊？佢話你要捨己咗之後，你先至可以跟從我。咁耶穌怕嗰班門徒唔明，亦都怕我哋唔明，所以咧就講咗一個故事，裏邊有三個嘅人物。嗱，如果你細心去睇嘅時間咧，呢三個嘅人物好有趣嘅，都係講跟從嘅故事，係嘛？跟從嘅故事。第一個人咧係佢主動嚟揾耶穌啊，第三個人咧都係佢主動嚟揾耶穌啊。第二個人咧係唯一一個耶穌係呼召佢出嚟跟從耶穌，但係三個嘅人物一個嘅故事都係講一個好重要嘅主題，跟從嘅主題。好啦，咁我哋慢慢嚟到啊，get ready 啊，好震撼噶啊。OK， 第一個佢自己嚟揾耶穌啊，佢話：哇，耶穌，無論你往哪裏去嘅時間，我都要跟從你。無論你往哪裏去，我都跟從你。哇！弟兄姊妹，你翻去諗下你生命信主嘅時間，哇！有冇一個咁震撼嘅嘢？死我都跟從你噶啦，主耶穌，跪玻璃就跪玻璃啊，係嘛？打我左邊就打我左邊啊，唾罵我就唾罵我啦。無論點樣，我都跟從你。無論你去邊度，都跟從你噶啦。但係耶穌話：Wait a minute，喂，等等先，我話俾你聽。狐狸係有洞，飛鳥係有窩，地上走嘅走獸，天空飛嘅動物，佢都有棲身嘅地方。我話俾你聽，我
人子啊，連擺枕頭嘅地方都冇啊！即係你坐經濟客艙好逼，但係都可以擺到個枕頭啊嘛，係嘛？冇個人子喺地上面嘅時間，連放一個枕頭嘅地方都冇。你咪要跟隨我，好靚係嘛？弟兄姊妹，我哋呢間教堂真係好靚啊！有冇諗過咧？下個禮拜我哋唔可以再喺度聚會啦！咁去邊度聚會啊？唔知去邊度聚會啊？你話邊有咩可能啊？咁樣我話俾你聽係。我臨離開北京嘅時間咧，我琴日都問翻我太太，喂，其實係1年啦，定1年半定2年咧？其實我哋做咗咧呢個崇拜嘅流民啊，唔係嗰啲黑社會嗰啲民生嗰啲流民喎，周圍流走嘅民族啊，唔係淨係我哋，係成間教會。因為嗰陣時 Covid 啱啱開始嘅時間咁啊政府就要話，唔準啦，唔準啲人聚集，唔準崇拜。咁我哋點咧？咁你網上崇拜咯，咁樣。咁就我哋又唔想淨係網上崇拜，弟兄姊妹生命係要有交流嘅，唔係喺網上邊嘅，唔係淨係見到張相嘅，係要有生命交流。所以網上邊啲弟兄姊妹，我鼓勵你，喂，下個禮拜好翻嚟啦，你好耐冇見到你唔得㗎，有生命嘅交流。咁我哋點做？我哋將佢變成 cluster 啦，真係一嚿嚿好似啲遊牧民族咁樣所以啲做小組啲 leader 好緊要啊！你要 prepare 定你係牧者嚟㗎我哋啲小組 leader 就係帶住嗰啲人，就喺某個地方，可能某個人嘅屋企咁都係上網嘅，咁但係帶住佢，另一班人又去第二度，我哋就係咁樣去崇拜，係嘛？唔可以就咁單獨自己屋企一班嘅人。但係咧，咁困難嘅日子當中嘅時間咧，我哋話我哋都仲要再有機會嘅聚集埋佢哋一齊。我哋咧冇地方喎，但係我哋甚至想搞一個佈道會啊！咁結果有個弟兄咧，佢話：喂，咁樣啦，嗱，我咧就幫嗰啲 model 影相啊。咁咧，我喺啲即係好舊嘅區嗰度咧，啲胡同即係轉彎抹角嘅咁樣，有個都幾大嘅地方，咁擺晒啲器材好亂嘅，我執佢撥開個空間，墊塊布喺後邊做個 backdrop，我哋俾人一齊嚟啦咁。咁但係唔夠凳喎，咁樣唔夠凳，自己帶啦。邊個帶2張？嚟，你有幾多張？3張你又帶咁樣，大家真係湊夠數。嗰次有成100幾人，係小弟講嗰個佈道會，咁好感恩，好多人舉手喺最困難嘅時間，其實你做佈道會係好好啊，因為好多人喺困難當中嘅時間，佢就舉手咁樣。我最記得去到嘅時間咧，有啲胡同，我哋仲要3幾個人去拎住啲凳都唔知做乜啲街坊見到咁去到旁邊嘅時候咧，有人接待啦，就話唔係接待其實佢話：喂，你行去嗰度前2個街口就轉去嗰度啦，咁樣轉咗又點有人會招呼你，好似買白粉咁樣喺嗰度轉嚟轉去，咁樣轉咗幾個彎就入對，仲要拍下門嘅，係邊個入嚟咁放佢入去，咁就好緊張噶。其實嗰陣時都係好緊張。弟兄姊妹係真嘅，唔好以為我哋今日有咁好嘅教堂就一定係永遠都係咁。我哋以前喺北京係租21世紀一個演奏廳嚟㗎，好靚㗎就係好多人瞓覺嘅，所以會咩太舒服乜咪講笑啫。其實冇乜人瞓覺嘅，尤其小弟一瞓覺係震翻醒佢㗎嘛。咁樣冇乜人瞓覺咁好舒服㗎。但係好舒服嘅情況底下，唔等於下個禮拜你就有㗎我哋都唔知道㗎，係嘛所以咧有一次咧又係咁樣。最後一次講道，小弟離開北京嘅時間都冇辦法再一次走埋一齊我就去咗有一個人嘅屋企啫，都係嗰個人係專係做大學生嘅 leader， 所以如果有成差唔多10幾20個大學生逼埋一齊，咁上網噶，咁其他人喺唔同地方咧就聽噶，其實係咁我去講嗰個家庭就係上次同大家分享嘅，到最後佢都離開咗北京，佢就去咗烏克蘭嘅服侍嘅嗰個家庭，其實好真實。弟兄姊妹係真今日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環境嘅時間，我哋真係要坐低去諗下，唔係必然。今日我哋仲有機會揀邊個可以喺台上邊去服侍嘅時間，唔係必然噶，揀都冇得揀噶。我哋邊個有張凳就嚟啦，邊個可以搞到嗰樣嘢就嚟啦，就係咁樣嘅咋，走埋一齊就去服侍係好真實嘅。弟兄姊妹，呢一個係福嚟你可以坐得咁舒服，
係福嚟，有得揀係福嚟啊！所以耶穌喺段經文到後邊嘅時間，今日冇機會，你再睇落去嘅時候好震撼啊！講完咗呢個經文之後咧，佢就講佢帶住啲門徒上山登山變像，哇！嗰班人話好正，唔好走啦，咁正就喺度崇拜。耶穌話唔係啊 ，come on， 你要落翻山啊，因為仲有好多嘢等住你做，唔好淨係停留喺好榮美嘅光景底下嘅時間，我哋忘記咗山下邊仲有好多等待我哋嘅人。呢個就係耶穌翻去嘅時間，同嗰班門徒講啊，你話你要第二個層次嚟跟從我嘛，係死噶，捨己噶，係你出翻去嘅時間，你唔知會發生咩嘢噶啊！所以呢段經文佢係叫啲弟兄姊妹，你嚟跟從我嘅時間，喂，唔該，你計算下代價先，諗清楚先啊！好多即係有一次我喺大家當中分享過一個故事啊，差唔多200年前，天主教嘅一班即係宣教士就去到咧，即係四川同埋雲南當中嘅交界嗰啲苗族啊，去做嗰啲宣教嘅工作。200年之前，你知道嗰度好得人驚噶，人獸係同寢噶啊，冇文字，乜都冇。嗰班宣教士去到嘅時間，差唔多用咗100年嘅時間去教導佢哋嗰啲所謂文明嘅嘢。喂，人獸唔可以同寢噶，好多病毒噶，係咪啊？然後幫佢建立咗苗文，好犀利。然後將成本聖經用苗文翻譯出嚟啊，差唔多100年前有一個人喺當中出世，嗰個人叫做黃志明啊，唔係黃明志啊，唔好搞錯，黃志明。佢後來喺度成長，入讀嗰啲教會個學校，後來做埋牧師。牧師嘅時候留翻喺嗰條村嗰度去服侍。佢仲將成本咧，即係頌讚聖詩係翻譯咗成為苗文。咁去服侍咗2-3年之後咧，嗰陣時係1951年，即係你熟悉即係國情，你知道啊。1951年就 after 1949年啊嘛。1951年嘅時間咧，佢俾人拉咗去坐監，坐咗幾年。咁但係嗰個偉大嘅國家咧，嗰陣時要開 open door 開門嘅時間咧，佢就話：咁呢啲人我哋要放翻出嚟啦！放翻佢出嚟嘅時間，因為佢同世界接軌，放翻佢出嚟嘅時間就同阿黃牧師講：喂，佢話嗱，你放你出嚟嘅時候好好做人，千祈唔好再傳福音啊，咩搞其他嘢啦咁樣。咁佢出嚟嘅時間，佢依然去傳福音。佢揾嗰啲山窿啊，就揾嗰啲弟兄姊妹同佢一齊查經。一齊敬拜，一齊嘅去禱告，結果又俾人發現，今次冇咁好彩啦，要判死刑。判死刑嘅時間，佢有10個仔女，佢太太帶住10個仔女去到嗰個即係監牢裏邊去探佢，佢俾佢見最後一面，帶咗6隻雞蛋，你仲記得係嘛？佢自己攞咗3隻，滿手鮮血攞咗3隻，俾翻3隻佢太太。嗱，即係點解會俾3隻佢太太？佢自己攞3隻，3隻雞蛋就代表3位一體嘅上帝。嗱，我自己就帶住3隻雞蛋係上路，雞蛋係代表咧重生嘅意思。所以你帶住3隻翻去，上帝與你同在。然後我帶住3隻上路嘅時間，我會經歷生命嘅重生，即係復活啊，即係進入天國嘅意思。然後佢同佢太太講咗3句説話，佢話你要記住。第一句嘅説話，佢同佢講嘅時間，佢講乜嘢？佢話你一定要好好聽上邊嘅意思啊！即上邊嘅，即係佢要用漢話講啊，唔可以用苗文講啊，因為要俾當時嗰啲人聽到㗎啊！你要好好嘅聽上邊嘅意思，上頭嘅吩咐啊！第二句説話嘅時間，佢話咧你要咧好好嘅去幹活啊！以致咧即係周邊嘅人咧。即係為國家咁啊！周邊嘅人咧係有衫着，係有飯食。第3句嘅説話，佢話咧依家咧即係嗰啲環境咧係好污糟啊，好多病菌。你一定要好好嘅注重自己嘅身體，以致生命咧即係嗰個身體係可以健壯。呢3句説話背後，佢太太當然知道佢講乜嘢啦。聽上邊嘅説話就係聽上帝嘅説話啦。第二樣嘢嘅時間，即係叫佢好好幹活，即係你好好去傳福音。以致你身邊嘅人係有3寸，係有一個新嘅身體，然後係有嗰個飽飯食，係有生命嘅糧啊，去餵養。第3句説話嘅時間，佢話你要好小心，因為依家世烏煙瘴氣啊，保重你嘅身體，即係話要小心出邊好多嘅嗰啲意識形態，好多嘅歪風。
你要保重你嘅身體，以致聖靈喺你生命裏邊嘅時間，成為你生命嘅嗰個祝福。最後佢被押去刑場嘅時間，嗰啲官員驚佢亂講嘢，攞把刀，你知唔知點啊？唔記得咗啦，咁震撼都唔記得嘅啊！今次記住啦嚇，阿黃牧師好精彩啊！懟把刀入佢口，咔搞幾嘢，咁啊都已經差唔多死噶啦，咁啊去到就槍斃咗。佢係唯一一個中國人嘅銅像係樹立咗喺西敏寺英國嘅前邊，其中一個就係小弟最欣賞嘅神學家潘霍華 Bonhoeffer， 佢與潘霍華同時間站喺西敏寺裏邊。弟兄姊妹，佢就話俾我哋聽，生命就係咁樣。乜嘢叫真正嘅跟從基督？如果佢停喺第一個層次嘅，佢出翻嚟嘅時間，咁咪 keep quiet 咯，係嘛？啊，我自己敬拜咪得咯，我自己 enjoy 咪得咯 ，happy 咪得咯。但係唔係，佢話我要 move on，我要去到第二個層次嘅跟從，就係捨己嘅跟從。呢個就係上帝吩咐昔日佢嘅僕人，同樣今天吩咐我哋每一個。第二個人嗱，呢個人咧係唯一一個咧，上帝係呼召佢嘅，而且佢稱呼佢係主嘅。頭先嗰個人冇稱呼佢係主㗎嚇，所以耶穌話我係人子啫。佢話主容我先去埋葬我嘅父親。咁耶穌後邊講咗啲嘢嘅時間，你唔使埋葬啦，由佢啦咁樣，死人埋葬死人啦，咁好似好 mean 咁啊，係嘛？好似好 mean 咁，係咪咁樣咧？其實唔係。你知道猶太人嘅習俗就係咁啊！如果有個好親嘅人喺屋企過身嘅時間咧，你唔可以出街㗎，你要即係守孝啊，成個禮拜㗎嘛，係嘛？留喺屋企啊，唔準出去嘅。呢個人可以出去喎，仲可以買杯 Starbucks 喎，喺 Starbucks 度撞到耶穌喎，先同佢嗲起上嚟啊嘛，係嘛？咁樣，然後耶穌呼召佢啊，咁樣啊，你係跟從我。所以呢個人個父親其實係未死㗎，未死嘅啊。咁但係咧個重點咧，其實就在於呢個人係嗰個先字啊，proton 啊，呢個希臘文係proton 係咩意思咧 ？proton 即係話即係 first thing first priority。喺我眼中啊，呢個人話喺我眼中最重要就係葬咗我父親先。咩意思啊？即係話佢父親未死，喂，耶穌冇問題，我嚟跟從你。佢冇拒絕嘅，但係你俾我等一陣先啦，等到我父親死咗先啦，咁樣。我記得有個建道神學院嘅後任院長啊，我陣間死唔起叫咩名添，高銘謙係。佢話咧，佢嗰陣時信主嘅時候啊，依家講翻20幾年前啦，即係佢唔係信主啊，全時間跟隨耶穌嘅時候，佢話我阿爸嗰陣時未死喎，如果要等到依家啦，20幾年過咗啦，我阿爸依然未死。咁即係唔使去啦。所以耶穌喺度講嘅時間，呢個人最大問題咩咧？佢話係先去，係我自己決定啊！如果你仲記得嗰班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間，上帝將呢班人喺為奴之地帶咗出嚟，呢班人話：哇！我自由啦，我終於唔使喺埃及王嘅奴役底下啦，以為佢自己就可以作王。其實上帝提醒嗰班以色列人唔係啊！你係轉咗老闆咋？昔日係嗰個埃及王做你老闆，佢係你嘅王。今日我係你嘅王啊！所以呢班人係搞錯咗。同樣呢個人都係，佢將個 priority 搞錯咗。佢話等到我父親埋葬咗嘅時候，我就嚟跟從你啊！弟兄姊妹，今日邊個係你嘅父親？等我個小朋友大學畢業嘅時候，我第二個層次去跟從主，唔得！大學畢業佢仲要扶持佢幾年啊嘛，等佢結埋婚先咁樣，結埋婚你係湊孫咯，湊完孫之後你又話喂，等個孫入埋大學先啦Proton， 究竟我哋生命嘅次序係乜嘢？然後耶穌就同佢講：喂，任憑死人埋葬死人啦。咁啊唔知點解㗎？呢句説話你按字面解嘅時間咧係解唔通㗎。死咗嘅人叫死人去埋葬死咗嘅人，都點埋葬啫？死咗啦嘛，嗰個人死咗嘅人係唔會喐㗎嘛？點解去埋葬一個死咗嘅人咧？
所以耶穌好似喺度講緊啲冇可能發生嘅嘢，就話俾你聽，係啊，冇可能噶。耶穌好似喺度休咗嗰個人一默咁樣啦。其實佢睇埋後邊嘅時間咧，佢提醒佢：死人你同佢傳福音係冇用。趁呢啲未死嘅人，你身邊未死嘅人，你就去同佢傳福音啦。所以佢話你去傳揚，去傳啊！你出去嘅時間，用你把口，用你嘅生命去傳講上帝嘅國，唔好等到嗰個人死咗之後，你先再去傳啊！70年代嘅時候，應該1963、64年左右嘅時間啦。咁咧即係有個弟兄咧，佢依家移民咗加拿大㗎啦。其實移民咗加拿大。當時1963、64年左右嘅時候咧，佢喺政府嗰度咧就做工程界，咁都即係做 A.O. 咁樣啦，就即係工程啦。咁咧，如果你知道你年紀夠成熟的話咧，你知道當年咧即係要俾紅包㗎喎，做工程有冇？你知唔知㗎？即係我阿爸都係做工程嘅，所以我知嘅。我都有聽過啲故事嘅。要俾啲紅包㗎，你要俾嗰啲消防員過嚟檢查嘅時候咧，俾咗就冇嘢啦咁樣。唔知有冇聽過？咁嗰個人係一個非常好嘅基督徒嚟嘅，呢個。咁佢全部成班人咧都要俾㗎。即係佢接嗰啲政府工程嘅時候，全部都要俾。咁佢又唯獨是一個唔俾，好清高啊！咁俾人 bully 啦，係嘛？咁俾人 bully 啲人，即係成日排斥佢啦。佢老細咧就每一次過年過節嘅時間，人哋就收紅包好 happy 啊，佢就唔係安排佢翻工，做啲最麻煩嘅嘢，落地盤檢查乜乜物物咁樣。年初1、2、3都要翻工噶。聖誕節嗰啲全部人哋放假擺你上去。佢連續10年係俾人咁樣 bully， 都唔容易但好有趣。1974年咧發生咗一樣好重要嘅嘢，知唔知咩咩嘢？唔係，真係有個人出世嘅1974年，對我影響好大嘅啫嘛，呢個人OK， 但係1974年係 ICAC 出世ICAC 成立，突然之間呢班人全個 department 悔改即唔係真係嗰種悔改啦，即係再冇收紅包啦咁有個新嘅老細嚟咗嘅時候，佢問下低嘅人：喂，邊個冇收過紅包嘅？全部冇人舉手，唯獨是佢好有信心、自信嘅舉手。到最後呢個人每年都被升職，後來佢做到好高啦。佢話，所以去到加拿大，佢分享一個故事嘅時間咧，佢就話佢有少少招積嘅。其實佢分享嘅時間，即係佢冇講佢嗰10年係幾咁慘，但係佢當時就我咧就係堅持上帝背起佢十字架咁所以因為係升咗職，佢就話有錢啊，所以喺90年代97前佢可以即係移民咗去加拿大，即係退休咁樣啦，已經可以。弟兄姊妹係真。佢話你嚟跟從我嘅時間，你可能真係要捨棄好多嘅嘢。而耶穌喺當中嘅時間，佢係任憑死人去埋葬死人，佢提我哋一樣好重要嘅嘢。呢個字任憑呢個字希臘文嘅原文 Phiami 呢個字咧點樣翻咧？任憑係翻譯唔好最好嘅翻譯咧就將佢翻譯成為 Let it go 即係6、7年前做乜笑6、7年前咧，我個細女抹盡喉嚨嘅。枕住我都唔知聽咗幾多次，嚟一個又嗌得唔夠，又再嚟過咁我唔知你屋企有冇受過呢啲咁樣嘅被人 bully 嘅情況但係係真嘅。呢個字背後就係話你放手你放手交翻俾上帝，你就專心去做上帝呼召你出嚟做嘅嘢。所以佢叫你 let it go， 去放手 Phiami 任憑乜嘢，放手乜嘢，唔係你要做嘅嘢，唔係你自己話要做嘅嘢，你自己話我就翻去埋葬咗我父親先啦，唔係，係乜嘢？係只管去到你應該做嘅嘢。我咧就即係成日好中意講嘛，無厘頭就上咗北京，亦都無厘頭就嚟咗 Melbourne。係真嘅，上北京嘅時間我都同大家分享過。本來個 plan 完全唔係咁噶，我係 plan 得好好噶，係嘛？即係就諗住去 Chicago 讀
即係個 PhD， 然後翻嚟中大就用神學教育去服侍噶嘛。嗱，都係有少少括住噶嚇，即係有個 footnote 係我一廂情願嚇，咁啊翻嚟唔知會點啦嚇咁。但係無厘頭就被人差咗上去，即係上咗去北京，一留就留咗17年，係嘛？係唔知噶。而當中嗰17年裏邊嘅時間咧，我都仲繼續諗住有冇機會俾我再讀神學啊咁樣。點知又安排咗我走去讀咗一個 DBA， 又係無厘頭啊，又唔想讀噶啊！已經安排我翻去 commercial 嘅世界㗎啦，已經唔係好想一路喺 commercial 嘅世界，一路又要牧會，然後又仲要安排我去讀 DBA， 係唔明㗎。其實唔係好想㗎，你唔好以為我好想啊！我真係想專心就係服侍耶和華上帝。但係佢話唔係，你放手，放開你自己嗰個 priority， 只管做我要你做嘅嘢。後來我知上到去嘅時間，點解要遊走兩極呢？兩個 polar。原來上帝話我要你喺職場裏邊去服侍。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弟兄問我：喂，其實你點樣喺職場裏邊都開咗7個唔同嘅小組呢？即係咁多年嚟喺 Dell 啊、Intel 啊、Motorola 嗰陣時未執啊，喺 Motorola 喺 Nokia 嗰陣時仲有 Nokia 噶嚇 Siemens 啊。然後咧，如果知道中國有間好大嘅旅行社叫中青旅，喺嗰度都開。你點開？我話好簡單，其實真係呢個都係上帝恩典。我話我有一個身份係一個 trainer 嚟。我入去同佢哋嗰啲 HR training 就收錢啦，當然 train 完之後佢話好正，喂，可唔可以再嚟啊？咁我就話喂，我哋不如咧整個 group 一齊聯繫啊，聯下就變咗一個小組啊，就係咁樣就進入㗎啦。其實就係個小組就係咁樣開啊，所以你就係咁樣去進入嗰個人群當中，上帝俾你嘅嘢嘅時間，你好好用嘅時候，你就可以進入㗎啦。佢話去做你自己做嘅嘢，點解要讀 BBA？ 後來我同大家分享，我就知啦。讀完之後，原來我就可以去大學裏面去教書啊，就可以同好多嘅學生咧去接觸啊，同佢分享生命啊，生命嘅成長係點樣，福音係點樣咧，改變我哋人嘅即係不一樣嘅思維等等，好多嘅嘢就係咁樣去做。所以弟兄姊妹，耶穌喺度講第二個人嘅時間咧，佢要講一個好重要嘅嘢。佢話唔好浪費時間，自己排自己嘅 priority， 自己諗好多嘅嘢。你自己覺得哇，我去 Chicago 讀書，翻嚟用神學教育去侍奉，喂，呢條路係好 perfect， 好正係嘛？將生命交俾上帝，但係上帝話唔係啊，等一等先。我喺你生命當中嘅計劃並不是這樣。所以唔好諗，主呼召你當下，你就由第一個跟從去到第二個跟從，由第一個層次認識基督去到第二個層次認識基督嘅時間，將生命壓上、捨己擺上、背起嗰個十字架嘅時間，你就唔好問係咪呢個時間最好啊？使唔使等我個女畢埋業先啊？結咗婚先啊？幫佢湊個孫先啊？仲要煮飯車出車入啊？佢話唔係啊。當下嘅時間，當上帝呼召你嘅時候，就係最好嘅時間。第三個人，好多人睇第三個故事咧，將佢以為係第三個嘅人物，好多釋經書都係啊。但係我睇嘅時間唔係。第三個嘅人物好緊要，就係將第一個嘅人物同第二個嘅人物結合埋一齊。所以佢講啊，佢知道佢係主啊，然後佢主動嘅跟隨啊。第一個佢主動去跟隨，但係佢唔知佢係主。但係第三個人嘅時間，佢知佢係主，然後主動嘅提出去跟隨耶穌。同樣好似第二個人一樣，我嚟跟從你，但係我有一個條件喎。個條件係咩啊？容我先去辭別我嘅家人。嗱，呢句説話好緊要。頭先我哋提到咧，以利亞呢句説話帶我哋翻去睇以利亞嘅一個故事。記載喺列王記上第19章。如果你熟以利亞嘅故事，好精彩嘅以利亞嘅故事，你翻去認真攆佢啊！以利亞嘅故事，以利亞去到羅騰樹下嘅時間，上帝重新再呼召佢，你翻出嚟要做3樣嘢。其中一樣嘢，你要去膏立一個徒弟啊，即係 discipleship 啊，膏立一個徒弟叫做以利沙。咁啊，去揾到以利沙啦啊，遇見沙法嘅兒子以利沙喺度耕地啊！嗱，頭先講耕地，呢度又講耕地，咁啊下山幾廿字啊嚇！以利亞去到佢嗰度嘅時間，將外衣搭喺佢嘅膊頭上邊。咁啊，今日唔詳細解段經文啦，即係呼召佢啊，呼召你出嚟。嗱，後邊呢句留心，一樣講翻第三個人講嘅嗰句説話：求你容我先與父母親嘴，然後嗱，頭先係用
頭先用咩啊？咁留心嘅你哋，嘿，好嘢！頭先用辭別，呢度用親嘴，其實一樣嘅。OK， 先用我與父母親嘴或者辭別，然後我就跟從你。咁有冇問題？冇問題喎。以利亞冇問題，你就去啊，就去跟隨佢。翻返去睇頭先第三個人嗰度嘅時間咧，就出現咗耕種嘅一啲嘢啊，嗰啲泥耕啊，嗰個手持着耕向後看嘅時間，不配進神嘅國。我哋表面上睇嚟嘅時間，好似耶穌喺度鬧緊嗰個人咁，其實唔係。嗰個人喺度耕緊田嘅時候，嗰個耕壓落嗰隻牛嗰度，你咁樣推住佢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你要好大氣力㗎，唔係依家咁啊，唔係依家有 self-driving 喎。嗰隻牛唔係 Tesla 嚟嘅喎，唔係自己可以搞掂嘅，撳咗個自動駕駛啦，隻牛自己去啦咁樣，冇嘅，你要好認真嘅，好大力㗎，你乜隻浪喺度擰翻轉頭嘅時候，好危險啊，對自己都。呢個第一。第二嘅時間咧，主要係呢個人仲拉住攞住咗嗰個耕田嘅工具，對照以利沙嘅故事嘅時間咧，有趣。以利沙同樣講緊 ，OK， 容我回家與我嘅父母親嘴，但係佢做咗一樣嘢，佢將嗰啲耕田嘅器具點話，斬爛晒佢，懟入去嗰個，即係以前要透火噶嘛，用啲柴懟入去當柴燒咗啊，冇咗啦。我唔知你熟唔熟中國嘅歷史故事啊？項羽有聽過係嘛？項羽有聽過係嘛？楚霸王啊嘛，以前都有睇過啦。以前嗰邊個做啊？好有型，個石修做噶嘛我冇睇過啊，我阿媽講俾我聽啫。OK 咁樣唔係我有睇過啊，好中意啊嗰個。OK 咁啊，楚霸王嘅時間，佢救趙國嘅時候係咪啊？去到一個地方叫巨鹿啊，嗰個地方巨鹿喎。去救趙國，咁啲船去到嘅時間，佢就做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即破釜沉舟，你一定聽過啊！入破釜沉舟之前佢叫嗰啲人全部嗰啲船裏邊將嗰啲鑊打爛晒佢。哇！嗰啲人好驚喎，你知唔知點解好驚啊？佢話老闆打爛晒啲鑊，咁咪好大鑊咁樣咁真係幾大鑊㗎？佢話唔大鑊，因為你打爛晒啲鑊嘅時間，我哋冇後退啦。我哋就去打嗰啲敵人，打贏咗佢就搶佢啲鑊翻嚟煮我哋嘅嘢，咁就得啦。咁樣呢個即係破釜沉舟嘅故事啊嘛，係嘛？其實以利沙就係咁啊，將佢揾食嘅工具，將佢啲耕田嘅嘢，佢話我要嚟跟從你咧，就真係完全擺上。我唔係口裏邊講下啫，第一層次嘅跟從得啦，咁樣繼續耕田望下後邊咁樣，好似第三個人咁樣。以利沙伯睇幾幅圖畫嘅時候，拎過嚟斬爛佢，懟入去，我嚟煮嘢食，冇噶啦，冇後退嘅情況噶啦跟隨以利亞，呢個就係以利沙回應嗰個跟從嘅呼召。弟兄姊妹，頭先嗰一個嘅故事，三個嘅人物，跟從嘅題目，其實最終你細心睇嘅時候，冇一個正面嘅答案。但係耶穌俾咗三個嘅教導我哋，藉住呢三個嘅故事，你要停落嚟計算代價。你話我跟從耶穌嘅時間，你要問自己我係停留喺嗰個視野，依然係停留喺第一個層次嘅跟從，定係耶穌講嘅第二個嘅跟從？你話我好認識基督，我信咗主好耐你又好似彼得停留喺第一個層次嘅基督嘅認識，定還是唔係我認識呢個基督就係要捨己背十架上去耶路撒冷，為我哋嘅罪死，被人 bully， 被人唾棄，被人鞭打，被人釘在十字架裏邊嘅嗰個上帝。佢話你停落嚟，你要問自己，計算清楚嗰個代價。今日返教會好簡單，我成日都講，
我成日都話不發奇想就係魔鬼撒旦就係返教會啊，返教會好啊，好舒服啊，坐喺度啊咁樣啊，好聽嘅道咪聽下咯，啊悶啲嘅道咪咪恰下咯，只要唔出聲就得㗎啦，冇係嘛就得㗎啦。今日撒旦可能就係想咁樣啊，但係咪咁樣？因為我真係跟從嘅時間，弟兄姊妹，其實我哋真係要諗，我哋係第一層次嘅跟從定係第二層次嘅跟從？第二，提醒我哋，佢話你要放手，俾主去主導，任憑 ，let it go，free army， 放手交俾上帝，唔係我自己認為係咁樣，甚至我覺得好合理啊，但係上帝究竟點樣睇嗰個放手？上帝點樣喺你生命當中成為嗰個主導？第三，因為我願意進入去第二個層次跟從嘅時間，你要提醒自己，好似以利沙一樣，將個耕田嘅器具就喺以利亞面前打破。呢一個故事同樣就係耶穌喺福音書裏邊講嗰個30兩銀子拎住香膏嚟到耶穌面前。你問我生命有咩secret，有咩秘密係可以嚟到主嘅面前，將生命去打破？就係將你生命最寶貴嘅玉瓶拎到主嘅面前，喺佢面前打破，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你就經歷主喺你生命當中不一樣嘅造就。所以你話我要嚟跟從主嘅時間，唔係隨隨便便講㗎。今日你翻去要計算清楚。到最後，當我哋講門徒嘅呼召，其實唔係淨係單單呼召嗰個行動。咩意思？講完之後舉手，手之後嗰班人出嚟，帶咗佢入一間房裏邊，10分鐘先出翻嚟啦。啊，做咗啲乜嘢？講完啦，咁啊得啦，安排你下個禮拜開始上初信栽培，然後嚟緊嘅時間。咁我話上完初信栽培幾時可以洗禮啊？咁樣，哎呀啱啱洗完啦，3月啦咁樣，準備咧又排隊。啊，呢啲都係好嘅行動嚟。但係啲行動嘅背後，你要問自己，你對基督認識有幾多？第一層次，第二層次。你話我要跟從佢，做晒所有呢啲嘢，做晒個你依然係留喺第一個嘅跟從，定係第二個嘅跟從？你翻返去問自己，生活嘅方式有冇改變？依然揸住犁耕向後看，定還是好似以利亞一樣打破犁耕，打破嗰個玉瓶，將生命全然獻上，捨己背十架？呢個就係今日主耶穌基督喺先道教會提醒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重新思考乜嘢叫做真正嘅作門徒，真正嘅跟從。我哋一齊祈禱。主，我多謝你。係啊，好沉重嘅信息，但係沉重嘅背後，我哋睇見主你自己嘅教導，睇見主你自己嘅愛，亦都睇見主你自己每一個嚟到呢個時間係認真嘅對待我哋嘅信仰嘅生命，係經歷主你自己嘅造就嘅時候，然後有成長嘅。求你帶領我哋每一個。我哋嚟到年尾啦，差唔多年尾啦，又一年嘅時間，我哋依然每個禮拜就係咁樣坐喺度，定還是主你自己其實一路係呼召我哋要進入第二個層次嘅跟從呢？盼望主你自己嘅恩典繼續臨在我哋當中，幫助我哋，帶領我哋。我哋知道主你就係我哋嘅神，你就係嗰個昔日帶領以色列人與耶穌基督同在，與門徒一齊成長。後教會時期，你帶領佢哋嘅嗰個上帝，同樣今天都帶領我哋。我多謝你，就係咁樣祈禱、感恩、交託奉靠主耶穌寶貝得勝嘅名字祈求，阿們。